看我们的舞台前方这边，来，这样，在左边。这怎么讲？看我讲，从你到现在，俺不追究到我追求。18岁拍台一片到现在，总算，对于我感觉有假搞来。拍养大人，付出很多心血，没有一场没有我。每天像赶鸭子似的，不停地拍啊，不停地拍。虽然这样，我们的作品还是